海高斯咧就已經增強成為一個熱帶風暴噶啦。咁喺上晝11點嘅時候咧，就海高斯咧就集結喺香港嘅西南偏南，大概590公里左右。咁就預料向西北移動啦，時速係大概15公里，係移向呢個海南島嘅。咁我哋預料咧就呢個海高斯咧喺未來24小時嘅時候咧，就會個移動方向咧會係出現一個轉向嗰個情況出現嘅。咁但係咧就按照而家呢個預測路徑咧，就海高斯喺今日咧都仲同香港咧保持一段距離嘅。咁所以咧今日咧係無需考慮改發呢個3號強風信號嘅。咁雖然咧就海高斯而家離我哋都仲幾遠下啦，咁但係咧佢嘅呢啲外圍嘅雨帶咧，亦開始咧係移近呢個廣東沿岸地區啦。咁所以我哋預料咧喺今日咧就稍後時間咧將會係有啲驟雨影響我哋嘅。咁喺週末期間嘅時候咧，我哋將會係受到呢個海高斯影響啦，就天氣比較惡劣嘅，就有呢個大雨啦，同埋風勢幾大下嘅。現時咧佢係逐漸係移近呢個海南島嘅，咁所以我哋相信咧就佢首先咧就會係喺呢個海南島嘅登陸嘅。咁但係咧就登陸咗之後咧，我哋相信咧就會係有一個轉向情況出現啦。咁但係實際轉向嗰個位置同埋時間咧，都仲有好大變數嘅。Rain band associated with Hillghost is now moving towards the coast of Guangdong, so showers will start to affect us later today. And over the weekend, the rain band of Hillghost will affect us, bringing us quite unsettled weather. 熱帶風暴海高斯咧，今日咧就出現咗一個轉向嘅情況。今朝早開始咧就採取一個所謂西北嘅路線，即係話已經有一個轉彎嘅情況出現啦。咁實際上我哋預計啦，海高斯咧未來咧更加會採取一個更加偏北嘅路徑移動，過一個轉彎咁樣嘅過程嘅。我哋預計佢今晚咧就應該會喺海南島咧就係登陸啦，之後咧就向北，咁然之後就係廣東省西部嘅地方咧就係再次登陸咁樣嘅。我哋預計喺今晚咧，佢同香港之間嘅距離咧仲係相當大嘅，保持大概500公里度。咁所以咁樣嘅距離底下咧，就係發出3號風球可能性咧就相當之低嘅。始終咧佢係一個熱帶風暴啦。咁就亦都係一個咁樣嘅轉向嘅熱帶氣旋嚟講咧，有較多嘅不肯定嘅因素，有一個可能咧就係嗰個預測嘅途徑咧會有所變化。咁所以我哋仍然咧要圍繞住咧就係海高斯可能會對香港構成一個威脅，而1號風球咧就暫時都仲唔可以取消嘅。未來1、2日，即係喺星期六同星期日，我哋仍然都會受到呢啲雨帶影響嘅。咁所以主要嚟講個天氣咧就係密雲啦，同埋間中有雨嘅。雖然今晚或者甚至可能聽日一段時間咧，海高斯就對香港冇一個直接嘅威脅啦，但係咧就啲暗湧咧，其實咧就係因為喺佢南海北部嘅時候咧，已經係對我哋呢個沿岸嘅地區咧造成一啲暗湧嘅。咁所以如果大家去海灘嘅話咧，就要小心有一個存在嘅危險嘅。其實而家海高斯都係慢慢咁接近香港嘅，嗰個風球嗰個情況呢，其實都仲有啲變數。咁不過呢，因為而家都仲有成470公里啦，咁而睇翻我哋嗰個預測嘅途徑啦，喺今晚嚟講主要係向偏北嘅方向行啦。咁所以呢，我哋都幾有信心啦，今晚呢就唔需要即係呢個較高嘅風球。咁但係聽日嚟講係點樣樣呢？而家嚟講呢，就唔敢下一個判斷，因為喺呢個海高斯嘅移動嘅過程當中呢，喺未來嗰10零20個鐘頭呢，都仲有較多嘅變數，因為我哋始終都會認為佢會採取一個偏東嘅路徑。咁但係呢，如果呢個偏東嘅路徑係會早啲發生嘅話呢，即係話喺海面上面已經轉向東行嘅時候啦，咁對香港威脅就會大。但係如果好似我哋而家嘅預測途徑咁樣咧，登咗陸先，然之後至向東行咧，咁對香港嘅威脅係細嘅。咁呢個咧就最關鍵嘅時刻，我相信就係聽日朝頭早啊，甚至中午時分咁樣。今晚咧，同埋聽日啦，甚至係即係星期日嗰個天氣咧，又會係點咧？天氣咧就會係因為外圍雨帶嘅影響啦，就會密雲啊、多雨啊咁樣。海高斯咧就琴晚相之穩定咁樣咧，就採取一個偏北嘅方向移動啦。就喺琴晚至今朝之間咧，就已經係掠過咗呢個海南島嘅東部地區噶啦。
咁就現時咧，佢就位於咧呢個海南島啦，同埋呢個係廣東西部海岸嘅海面上邊嘅。而呢個海高斯亦都喺今朝咧係減弱成為一個熱帶低氣壓啦。咁我哋預料咧，海高斯咧將會採取一個咧係北或者係東北偏北嘅方向咧移動啦，時速大概係8公里左右，係移向呢個廣東嘅西部海岸嘅。咁啊，根據現時呢個預測途徑咧，今日需要發出呢個3號強風信號嗰個機會咧就頗低嘅。咁雖然海高斯咧就唔係一個好強嘅熱帶氣旋啦，咁但係咧佢嘅雨帶咧將會喺未來1-2日咧係影響香港嘅。咁我預料咧未來1-2日咧個天氣咧都係比較差啦，間中有大雨嘅。咁而家咧就海面咧就可能已經有暗湧啦，咁所以咧喺度呼籲咧市民咧係盡量遠離岸邊啦，同埋停止一切嘅水上活動嘅。天文台去到幾時有機會即係取消呢一個信號咧？現時咧就海高斯仍然都仲係一個熱帶低氣壓啦，咁亦都係喺香港嘅800公里範圍之內啦。咁所以咧，我哋仍然都係需要係發出呢個1號嘅戒備信號嘅。咁但係我哋會密切留意住呢個海高斯個發展啦。咁如果佢能夠進一步減弱嘅話咧，咁就嗰陣咧就可能咧係唔需要呢個1號嘅戒備信號噶啦。海高斯喺今朝早咧係減弱成一個熱帶低氣壓之後咧，繼續向北嘅方向移動。咁喺下晝5點咧，佢已經係非常之接近廣東嘅沿岸啦。咁應該係即將係登陸於廣東省嘅西部嘅。我哋預計佢登陸之後咧，會進一步咧係走入去廣東省嘅內陸啦，然之後就慢慢減弱甚至消散嘅。當海高斯對香港唔再構成一個威脅嘅時候咧，我哋就會解除所有嘅警告信號。海高斯登咗陸之後咧，佢個殘餘咧應該會係繼續向東移動嘅。咁所以咧喺咁嘅情況底下，我哋預計聽日嚟講咧，尤其是聽日稍後時間咧，香港嘅天氣咧係會有大雨嘅。咁呢個雨咧就會持續到下星期一同埋星期二，不過咧嗰個雨勢咧喺下週初咧就會慢慢咁減弱。受到低壓區海高斯嘅殘餘雷雨帶影響，本港早上天氣惡劣。天文台喺早上8點50分發出黃色暴雨警告，到11點半取消，雷暴警告亦都生效。早上本港普遍地區都落大雨，其中大嶼山、屯門嘅雨勢較大，雨量有50到60毫米。住喺大嶼山大澳嘅彭小姐話，早上大澳雨勢非常大。今朝早大約係8點鐘左右啦，至到差唔多9點鐘嗰段時間啦，係好大雨。咁佢嗰啲雨大得嚟呢，啲又大風，即係簡直可以同8號風球媲美咯。嗰啲風就都吹得好犀利，啲風好犀利。即係直情我哋行幾步路就已經就算擔遮都會濕晒身咯。咁但係就冇水浸。天文台高級科學主任劉心儀話，早上嘅雷雨帶影響珠江口，由新界西面逐步向東移，市區雨勢陸續增強。預測本港今日多雲，有零散驟雨同埋狂風雷暴，聽日天氣仍然唔穩定。咁今朝早香港方面呢，最大雨呢就係大概係9點到11點之間。咁今朝早嗰場雨呢，就香港廣泛地區都錄得超過50毫米嘅雨量㗎啦。而家嗰個雨區呢，就主要咧就去咗香港嘅東邊，咁所以咧就短時間嚟講咧，嗰個雨勢咧就減弱啲嘅。不過咧就仍然仲有啲雨區咧會埋嚟影響我哋。咁所以今日下晝嚟講咧，我哋都仍然預測咧就係話多雲有雨啦，雨勢咧有時會頗大，同埋有幾陣狂風雷暴嘅。咁聽日嚟講呢，就聽日都初時咧都仲仍然有機會咧有啲大雨嘅，咁雨勢咧就稍後慢慢會逐漸減弱㗎啦。渠務署呼籲市民，若果發現街道有水浸，可以同該處聯絡。渠務署24小時嘅熱線係23001110。受到低壓區海高斯嘅殘餘雷雨帶影響，本港今日大部分時間都係多雲有雨，大雨加上強風，街上嘅行人就算有帶遮，都被雨淋到濕晒，顯得非常狼狽。天文台喺傍晚6點15分發出今日內第2次嘅黃色暴雨警告，雷暴警告同強烈季候風信號亦都同時生效。喺黃昏時段，本港廣泛地區錄得超過40毫米嘅雨量，黃色暴雨警告喺晚上8點40分先至取消。
天文台高級科學主任宋文娟預計，本港聽日嘅天氣會持續不穩定，會有零散嘅驟雨同狂風雷暴，市民出門口前要帶備雨具。預料初時都會係間中有啲狂風大驟雨同雷暴嘅，咁所以呢，就即係都係帶定啲雨具啊，就比較穩陣啲。咁而風方面呢，就會係吹清勁至強風程度，有時疾勁嘅偏南風啦，高地間中係吹烈風。咁稍後呢，就會轉吹翻啲清勁嘅東北風嘅。而喺朝早，本港普遍嘅地區都落大雨，喺大嶼山同屯門嘅雨勢就最大，雨量有50至60毫米。天文台喺朝早8點50分發出今日內第一次嘅黃色暴雨警告，2個幾鐘頭之後先至取消。喺大雨下，本港發生多宗交通意外，至少造成11人受傷。喺沙田偉華中心附近有大樹倒塌，阻塞咗大埔公路大圍段部分嘅行車線，龍尾一度去到城門隧道公路。另外，一名46歲男子下晝喺西貢牛尾海潛水時遇溺，佢被救起送院，但搶救之後證實不治。而喺北角電氣道亦都有一宗水浸報告，渠務署就呼籲市民，若果發現街道有水浸，可以致電該處嘅熱線報告。